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斗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到下个月月初，伫要食尾鸡，有人食头路无定性，一年换24个头家，早早转去食尾鸡，变做12生肖变透透，愈换愈凉杯。有人讲到食尾鸡面悠悠，若食头家翘骹连喙手，烦恼讲鸡头若向着家己，就要转去食家己，安尼就忧愁。到底食尾鸡要有啥物款的规矩？到台语讲新闻，咱的时间到，主播黄秀文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。今年就要结束啊，应该有一寡公司开始要准备买鸡，阮大家嘛足欢喜的，因为会使抽奖，阁会使食好料。啊，毋过观众朋友敢知影，买鸡一开始毋是用来请员工食饭的，是要感谢生命的照顾。伫以前的时阵呢，生意人伫初二甲16的时阵，拢会办一道正青草来祭拜土地公，希望咧土地公会使保庇因的生意会使愈来愈好。祭拜完了后，这菜就会留互亲人，若是员工来食，这款活动就叫做做鸡。做鸡咧，伫个旧历12月16号举办的时阵叫做买鸡，若是伫个旧历2月初2时阵，就是头鸡。有人讲食买鸡面悠悠，食头鸡念喙手。食买鸡明明就是一个足欢喜的活动，为虾米会面悠悠？原来是古早的时代，头家若是想要甲人撕掉，伊就伫个买鸡即天会公布，所以大家拢足紧张的，才会面悠悠。啊，毋过头家就无共款啦，头家咧就是一年的开始，大家咧拢要做伙来拍拼，所以大家拢有头路，心情嘛较快活。有人讲有头有尾趁家伙，意思就是你若是头家甲买鸡的时阵，拢有来拜拜，表示讲你做代志有头有尾，安尼经营财宝拢会拢总来。讲到买鸡，阮会想到办桌食好料，啊，毋过有人认为讲办桌甲流水席是无共款的讲法。办桌咧，有人认为讲是主人传一道好料的，邀请你来享用。伫咧福建这个所在办桌叫做办酒，办桌的文化因为移民入来台湾，甲办桌小可无共款的流水席，就是因为主人爱大庆祝，所以伊办真济桌。毋管你是啥物人，拢会使做伙来享用。你会使为透早食到暗时，人客亲像水共款，一直流一直来，才会叫做流水席。虽然若是人较少的办桌，就爱请刀子师来负责料理，啊，毋过若亲像流水席即款人较济，爱传较济菜，就爱总铺师来出马，伊爱负责设计菜单，该安排流程，该指挥所有的刀子师甲水卡来斗相共。刷来买个，大家上欢喜、上期待就是食好料。即马若是食好料，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拜价做戆，因为刀子师这个行业伊的祖师爷。叫做玉鸡，伫咧头家这个时阵，传统有人的惯习讲会食润饼糕，因为润饼糕内面有包土豆粉、豆干、肉丝跟卵丝，全部的料理咧，拢甲包做伙，亲像古早时代咧的人，伊用纸甲钱。全部拢包做伙，形容咧是财源广进。挂包嘛有吉祥的意思，因为挂包咧是甲萝卜、咸菜、甲土豆粉全部拢压入去，亲像咧一个皮包全部拢堆甲满起来，所以呢嘛有甲福气全部拢夹掉的意思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老台语讲新闻，我是黄秀文，即马甲时间交幸哦，移动主播。